命運一詞常有人感到既熟悉又神秘。其實佢由命與運兩部分組成，命係與生俱來嘅基礎，包括一個人嘅天性、潛能與先天條件，而運則係人生中嘅過程與變數，如機遇、環境同個人選擇。呢兩者相互作用，構成咗我哋所謂嘅命運。咁樣，命運能否改變？傳統上有一種觀點稱為宿命論，認為命運從出生便已注定，如同預先寫好嘅劇本，無法更改。但係更多人相信，雖然命係先天框架，但係運卻可透過後天努力而改變。命呢個就好比一個人天生體質較弱，運係通過鍛煉同保養能夠提升健康狀態。又或者一個人出身平凡，卻能透過學習與把握機會，逐步改寫自己嘅人生。事實上，命運並非單一不變嘅路徑，如同一張地圖，命標定咗起點與地形，但運卻取決於我哋選擇如何行走。命由己作，相由心生，強調人嘅主動性同內心態度對命運嘅影響。即使先天條件有限，只要願意行動、調整心態，便可能打開新嘅可能性。具體嚟講，如何改變運？首先需理性認識自己嘅命，了解優勢與限制；其次，積極培養能力，把握時機，並喺逆境中保持堅毅。例如，透過教育充實自己，透過人際合作擴大機會，甚至每日一個積極嘅選擇，都可能逐漸改變命運嘅軌跡。總括而言，命運既有注定嘅部分，亦都有可改變嘅空間。我哋無法選擇自己嘅出身，但係可以決定如何面對與回應。與其被動接受命運，不如主動創造運。因為真正嘅命運，始終屬於嗰啲敢於行動、堅持努力嘅人。